中国经济企稳需要3个10万亿。总体来看，我这个是写了稿子的，我是在宏观论坛讲了18年，第一次写稿子，所以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我才写稿子，所以我是把我的稿子念一遍，因为我就不展开说，稿子念一遍，这个是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我发了大概这个宏观论坛的这个几十次言吧，我第一次写稿子，念稿子吧。总的来看，中国经济仍然处于深度的周期调整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既有中长期的周期性、趋势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也面临着疫情带来的短期冲击以及严峻复杂的外围环境。对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未来走势、政策发力点的解读有很多，但都离不开供需失衡、价格偏低与资产负债表修复这几个核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突破思想上和政策上的束缚，调整和加强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和方向。3个问题，第一个，当前中国经济的3个主要问题，因为中国经济问题很多，我想呢，我们还是这个重点。经济学本来就是问题导向性，有3个主要问题。第一个，内需偏弱、供需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这个我觉得今天大家讲了很多，我就讲个题目就可以了。因为1至10月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同比增速比去年末的7.2%回落到3.5%，这个问题还是非常相对严重的。第2个问题是价格，价格是重要的信号。那么稳地产有助于稳经济、稳价格。我们知道，我们讲的价格，一个是 CPI 是吧？就是讲的我们讲商品价格，这个消费品的价格；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资产价格。这个价格信号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价格的走势和宏观经济的走势基本上是同义语。当前稳价格刻不容缓，只有价格稳定了，才能提振市场预期，促进经济的触底回升。房地产行业在中国是一个节点性的行业，占居民资产的房产占居民资产的60%，房价的下行将削弱了居民部门，从而影响金融体系和整个宏观经济。我们应该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发力，以更大的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那么第3个问题是私人部门的扩表意愿不足，当前需要加强财政的支出力度。9月底一揽子的增量政策陆续出台以来，私人部门的预期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整体来看，私人部门的扩表意愿仍然不足。受房地产和股票等资产价格下行的影响，居民部门降杠杆的意愿比较强，尽管有所反弹，但是这个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今年1至10月，居民部门的新增贷款同比少增了1.7万亿。从企业部门来看，企业部门当月新增的贷款自2023年11月起持续同比少增，扩表意愿较弱。在私人部门扩表意愿不足的情况下，怎么办？政府部门需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加大逆周期调节。从国际比较来看，2023年末G7国家平均政府负债率123%，只有加拿大和德国是低于这100%。即便加上地方政府的显性负债以及隐性负债，中国政府部门的杠杆率约为100%左右，低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也有能力加大财政支出规模，提升逆周期的调节力度。第2个问题，我今天讲的第2个问题是解决上述的核心问题，需要突破旧的思想和政策的束缚。一揽子增量政策出台以后，资本市场出现了反弹，但在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召开了3次新闻发布会之后，市场又冷静了下来，出现了回调，表明一揽子增量政策未能彻底扭转市场预期。特别是当前微观基础被削弱的背景下，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可能需要更大的才能见效。我认为稳党政策需要突破一些旧的一些观念上的束缚，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发力，以更大的力度进行逆周期调节。政府部门应该首先在思想上突破现有的束缚，主动作为，打破财政赤字红线的旧有约束。我们的财政赤字红线3%是在经济向上上行期、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制定的，不是反危机政策，不是逆周期政策。
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美国通过的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方式，将大量现金直接补贴给企业及居民，使得美国财政赤字率水平大幅上升。2020年与2021年分别达到了15%和12.4%。所以说这个财政赤字力度有多大？美国是2020年是15%，2021年是12.4%。与之相比，中国的刺激政策相对克制，并一直留有余地。所以我一直想，我们留了这么多年的余地，是不是这个余地该拿出来了？所以我们不愿意突破这个大幅的超出3%的赤字红线。考虑到中国经济修复力持续偏弱，微观主体资产负债表持续收缩，一次性的突破发行长期国债，突破红线赤字是很有必要，可以向市场传递清晰的信号，将会取得明显的政策效应。另外，我们也应该正确地认识发放现金的意义，改变过去重投资、以投资带动消费的传统路径，直接将财政资金作用于居民消费的政策，在当下应该更值得期待。我们有很多人讲说，这个给老百姓发钱是鼓励不劳而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错误的。我们扶贫政策是吧？这个在那个时候也是，那也不是鼓励，也不是在鼓励这个不劳而获。所以向居民部分发放现金，决定要发现金补贴，比如何发现金补贴更为重要，有助于提高居民信心。其实这个题目我讲了很多次，这个2020年初我就开始讲要发现金。我认为关于发现金问题的种种负面的评论，在西方国家都经历过，人家都有回答，回答的结果就是发现金比不发现金好，是说不好的方案里面最好的方案。所以这个突破我们原有的这些政策的这些思维，特别是在经济上行期建立的边边框框，用极大的勇气来建立我们新的宏观调控的这个政策框架体系是十分重要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最后我的这个讲出来我的这3个10万亿。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3个10万亿的方案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的触底反弹。第一个10万亿是10万亿现金补贴，提升居民的信心和消费能力。这个话题我已经讲了2年了，就10万亿的事情是去年出题的。当前投资率较低，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处于过剩状态，加大投资的效率不高。我们测算2023年投资乘数仅为 1.97， 大幅度低于消费乘数 3.66。以房地产投资为例，我们自己测算的广义商品的，我们自己算的广义商品房的库存率63亿平方米。我们的已经这个房地产商购买这个的住宅用地完全没有开发的，大概有 7.8 亿平方米，不78亿平方米。所以已经建好的商品房没有卖掉的有63亿，卖了地没开工的有78亿。所以在房地产方面的发力只会加大这个房地产的供需矛盾。所以我不太赞成在房地产方面在房地产的供给方面加大力度，包括白名单制度。在投资率较低、外需又不可控的背景下，扩大居民部门的消费的是最优的选项。我们向这个居民部门发放10万亿规模的现金和数字货币，用以补贴居民消费，不仅能够改善经济运行的效率，而且是重启中国经济正向循环的标志。新冠疫情期间，美国、日本主要经济体均采取了发放现金政策。根据我们测算，美国2020年、2021年2年共计发放现金 1.5 万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 7%， 是美国日后经济复苏强劲的主要原因，甚至是美国这次加息之后消费比较旺盛、就业比较旺盛的一个后移的效应。2008年，中国推出了以扩大内需为主、消费投资拉动相结合的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的刺激规模占当时 GDP 的 12.5%。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这个10万亿，大体上跟当年的这个4万亿的规模还是差不多的，所以他们能够带来这个经济的这个复兴。
问题是我们现在要把重点放到这个居民端。刚才袁春校长也讲了，这个消费不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是吧？有效需求就是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我们现在就是要扩大居民的这个支付能力，所以建议向居民部门发放10万亿的消费补贴，规模约占2023年 GDP 的8%，可以提振信心，扩大内需，重启经济。那么10万亿资金怎么来呢？都需要从财政上来吗？这个是可以讨论的问题。我说了，即便全部从财政开支来，也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不仅仅是当年的问题，我们还有过去留有的余地。那么考虑其他方案，资金来源方面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和削减基建支出进行筹集。从国有企业利润上看，2023年末全国国有企业的利润总和是4.64万亿，目前上缴至财政的比例不到30%。利用3年的国有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来筹集资金，资金规模可以达到10万亿规模。当然，你说国有企业缺钱怎么办？国有企业可以去借钱，可以去提高。国有企业是可以借得到钱的这个机构，不像民营企业，也不像老百姓，所以足够用于发放津贴。那另外一面，从削减支出来看，中国的传统基建已经趋于饱和，基建效率低下，可以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的结构进行调整，将此前用于基建的财政支出，特别是无效低效的财政基建支出压缩，用于发放消费补贴。2023年，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成额为22.77万亿，若压降1/4，就可以腾出来5.5万亿的资金。第二个10万亿，10万亿债务置换，清偿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当前地方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不匹配，在央地责任边界不清晰的背景下，地方事权不但拓宽，支出责任层层下移，但受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大规模减税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税收入显著萎缩。同时，房地产下行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行，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所以呢，当前还面临着一个化债的这么一个压力，还要减少债务总额。所以我们最近有一个分析，列于政府的这个列于中央政府要求的12个化债省份的这个 GDP， 在他们的负债规模降低之后，他们的 GDP 的增长显著的低于其他的没有化债的这个省份。那么当前一部分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不仅对民营企业停贷大量欠款，对国有企业的欠款规模可能更大。比如大型国有建筑企业，特别是在 PPP 项目中，大型建筑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大约3%以上，有的高达60%，是由应收账款形成的。资产负债表的总和60%，高的60%，大多数在1/3以上，40%左右。目前我们自己估算的地方政府对于企业的欠款大约11万亿，低于有些学者讨论的是15万亿。就整个地方政府欠了企业多少钱，我们自己算的是11万亿。当然有些计算方法我就不再说了，约占 GDP 的8%。短期来看，这些企业还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信用进行借款来维持，但最终他们的信用会受到市场的冲击，并向金融机构传导，引发风险。除此以外呢，拖欠账款影响了上下游的企业，向员工支付工资，也造成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就业、企业关停。今年10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一个关于解决拖欠企业账款问题的意见，显示了解决拖欠企业账款的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于地方政府拖欠企业的账款，可以通过10万亿债务置换进行偿还。今年11月，世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增6万亿加安排4万亿加自然到期2万亿的化债政策组合拳，其中一部分是用于偿还拖欠企业账款的，说明了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我的建议是力度是不够的。我们如果是3年6万亿，每年2万亿，大体上支付利息以后剩下不多少。这些债务本身就是存在的，我们只讲的是置换，把该还的钱还掉。这个对于维持政府的信用是非常重要的。第3个10万亿是财政资金用于补贴购买保障房和加快存量出清。房价持续下行是拖累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市场供过于求是价格下行的主因。
解决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要从供需两端入手。供给端方向要暂停除了保交楼以外的新增供地和新开工，向市场传递出清的信号。我们所讲的保障房的建设，我觉得应该停下来，应该收购，在存量房里解决。我们的有些关于房地产的投资，比如平机两用等等用房，也应该在存量房里面寻找合适的这个标的来解决。需求端要从保障房入手，既能够提升中低收入群的购房需求，也能消化住房存量。保障房的来源上，可以通过司法拍卖或者低价谈判来收购开发商已经开发的存量房，包括公寓、商品房，甚至可以把一些开发区里面的总部基地的房子都盘活起来。这些开发商的商住楼、写字楼、商业楼、产业基地严重过剩，闲置率和空置率非常高，过剩程度超过住宅，且价格较低，能够降低收购和改造成本。据我们了解，把这些房子改造成商住房出售的时候，他们的房价只有正常的住宅用住宅产权房的40%左右。我们要补贴需求端，对于去库存效果更佳。我也不是很赞成完全由地方政府把闲置的房子买下来囤下来，因为房价还是偏高。我们要推动利用这个补贴，推动保障房顺价销售，而不是囤在政府手上。要启动这个需求，所以它既可以增加住房需求，也可以消化存量的商品房。根据我们测算，假设每套保障房的售价30%向居民单发放补贴，这个是非常大的补贴，因为我们补贴对象是保障房人群，这是一次非常非常大的补贴。大约可消化2500万套保障房，撬动居民购房支出20万亿。所以当然，这10万亿的资金可以视作反映几年支出，10万亿的支出也可以通过一部分是现金补贴，一部分是税收优惠等等多个方面来体现。这10万亿的资金应该来源于财政资金，而非银行贷款。我们建设部上提的方案里面的白名单是指这个银行贷款的白名单，这个是个债务，是债务的。我们现在提出来的方案是应该用财政方面来筹集，用政府方面来筹集。10月份住建部门提出的年底将白名单项目规模增加到4万亿。另外，此前央行制定了3000亿的保障房的住宅再贷款，用于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的价格来购买已经建成的存量商品房。这些政策的资金都来源于信贷。如果仅仅来源于信贷的话，解决问题很难。我们通过4月26号以后的政策反响，我们就知道了，是吧？货币政策、信贷政策都只是能够解决流量问题，没有解决分配问题，是吧？它是要通过负债来解决的。现在问题不是说没有钱借不到钱，而是说不能够不愿意借钱。所以信贷只能解决流量问题，没有解决财富分配问题。流量的改善扭转不了房产价格，而财政政策则可以将资金送达购房人群，政策效率更高。所以呢，10万亿的保障房的销售是需要财政拿出真金白银。那么，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减免契税来补贴购房者。那么，我们通过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特别是长期国债一次性的筹集巨量的资金，来保障来使房地产能够起到一个企稳回升的效果，能够出清。目前呢，已经有30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消费品的改造，取得了好的效果，但没有得到广泛的没有广泛支持居民的购房，而只是支持了一些消费品的供应。那中国政府的杠杆率是全球的经济杠杆，全球主要经济中最低的，只有23%。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不基于财政赤字，因此，无论是发行一般国债还是超长期的特别国债，中央政府的杠杆率都是可以支持的。所以我提出这3个10万亿，我认为是能够很清晰的向市场、向民众传递我们对于增量政策的一个决心。所以在上一次我们的924以后的这一轮激情房看起来力度还是不够，
不够，现在市场已经清淡下来，所以我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更明确的这个方案。所以根据我的这个方案呢，刚好应该要按这个表达呢，那个袁春校长的这个讲话应该在我的后面，刚好点评这，但我觉得也可以契合，那就是说，仅仅这30万亿还是不够的，但是这30万亿是必须的。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来看，经济的长期增长还是要依赖改革和开放。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增长的量的提升和质的这个量的增长和质的提升作为标志的话，应该把经济的增量的量的指标作为第一考核指标。我认为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要把经济增量的量的指标，更具体的说，把 GDP 的指标作为考核地方政府党政官员的第一指标，能够充分的体现我们国家这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别的这为中心，以别的为中心就以别的考核为中心。我们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当前还存在的产权制度保护、企业家创新精神保护，甚至企业家人身安全这些事件和社会的一些左的思潮的冲击，保持好的营商环境。同时，对外要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机遇和变化。具体的政策需加快出台并落地生效，持续稳外贸、稳外资，并鼓励中国企业从出口走向出海，加大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力度。通过短期的政策驱动以及长期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就能够走出底部，实现复苏，并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谢谢大家。